第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。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错队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我上车，我上车，后面皮皮错。哎呦，会惊哦！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这边的家队。月月的阮兜，九月开始播，一定爱来看。对哦，九月半啦吼，来咱就要周瑞丹，来这里哦，这里哦，这里，嘿来。多谢，多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是来欢迎阮这组的队长哦。是。一旁来啊啦！阿姊好，阿雄好。是。顶届来无着冠军呐，系足怨叹的。唔知怨叹。所以这摆咧，我带阮爸爸妈妈吼，足搞的。爸爸爱跳舞嘛，阿哥会受水，啊妈妈台语足好的。哦。是。阿哥有甲我江文师兄。哦，感情就好，就我欢喜的主题是，哦，做回来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咧讲无准算，叫因家己自我介绍，咱成绩到底伫倒位哦。好，来，爸爸。想到嘞，相拍呢，哦，赞。我是跳舞的老师，游泳的歌手。是，谢谢这个节目，谢谢你要带我来，谢谢。我叫做苏宝莲，我是阮家的宝贝，自家义骨棍，台语嘛真好哦。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尤淑婷啊，我是一名演员嘛，是一名 YouTuber 啦。啊，我甲伊环姐姐是公司跟公司啦，平常是受到伊真侪的照顾。啊，今日嘛是因为伊的关系，才会当来甲这个节目。哇，我感觉我台语哪会讲甲遮好，我理论上是袂晓讲台语的呢。哎，你唔通安尼讲，我讲，隔壁一个讲得更较好。哦，是。你第二名，伊个第一名。我是真袂晓讲啦。我来阮家就是免惊，尽量讲，讲唔对嘛，别人有甲你笑，我只是大笑尔。所以免烦恼，免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好，欢迎您哦。谢谢。今麦介绍你那边。啊，今麦要介绍阮这边第一名，欢迎阮的队长邓导。多谢。安宁队。跳一下。输人不输丁啊。导演那有唱他呢。哎呦！好啦，你大家拢唔知，我台语是真认真的。是啊，冇问题啊。真的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丁安宁。真高兴来遮。嘿。什么兴？真高兴啦！高兴哦。高兴啊，那个欢喜啦。来遮啦，嘿。是，咱今日来是有任务的哦。哦，今日带团来哦，是有任务的哦。来，不要紧，咱先介绍咱的队友。介绍一下，来，你家己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甘家咯。啊，我嘛是生囝了，就罕得有机会当演一个舞台剧，啊嘛就欢喜嘛，就期待。好，来个介绍来去。好，这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洪江，大家好。洪江，哎，讲了台湾大学的教授。教授。足好演，足好演舞台剧的啦。来个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黄淑芬。淑芬。嘿，啊，这摆呢，阮要来宣传新的戏啦，叫做《八月伫阮兜》。嘿，本来是外国的剧本呐，啊好的话，咱的吴念真导演，伊改编做咱台湾的故事，嘿，内面真侪感动啊，真好笑的拢有，嘿啊，希望大家当去看，当时要搬9月5号开始，很水哦。国家台北戏剧院赞，开始搬，伫高雄、台中、台南、台中拢有演。好，希望大家当今日来去感恩欣赏。票若万买就拢无啊，真正系啊。好，来，今麦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来，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带甲跳舞上介高，好戏8月伫阮兜。
来，咱拼3关，打3关。咱拢总吼，若是要摕100万，爱上无来3摆。今仔日是初赛，若是赢，刷落来就是复赛。若个赢，就是咱的决赛啊。总冠军100万都是你的。来，伫遮哦，伫遮哦。希望2队吼打一队，拢会不要紧，那个找到登记哦。是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我要开始啊！来，起来，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花大饼，来台语新词大调查，是要调查啥货咧？哦，什么叫做新词？譬如讲无人机是毋是新词？譬如讲眼线笔是毋是新词？哦，咱就是吼，甲这新的物件，台语词安怎讲？经过调查了，知影一寡物件吼安怎讲？上侪人选，较侪人拣的，就是咱今仔日的答案。都一个较侪人伫讲无错无错。吼，啊分数啊算。这回合拢总3题。3题。你若拢得到正确的答案，你会上侪得到6000分哦。6000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羽毛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羽毛的台语。为什么咱导演来的时阵就这种题目？我嘛感觉足奇怪，我这边的答案是叫做高丽秋。哦，因为啊，咱夹起来的时阵哦，唱出来嘛，唱出来是不是拢会当底无济啊？是，啊你个过人卡嘛，啊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高丽秋。哦，亲像迄03票，嘿，爽马啦，爽马是03爽马，嘿，长长安尼啊，嘿，爽马，新啊秋啦。好来，换你。啊，我这边就无遐文雅啦，我这边吼，人讲嫁人卡买赛，嫁耳康买赛，我这就是讲嫁耳康草。草，敢若草安尼唱出来哇！我也是秋，我也是草，你也是，是我的高丽秋，还是我的嫁耳康草咧？来，咱两边请选择。必须，阿雄，眼睛边。哦，哎呦，还算哦，来哦，好，这边拢选我的高丽秋，是安怎是高丽秋？一旁，我是想讲，我敢若有听过高丽秋，但我无听过耳康草。啊，爸爸咧？因为起码少年人拢个下韩国啊，韩国就是高丽嘛吼，较热门啦，是拢个高丽心。好，来换咱这边的是我的高丽秋，你的高丽秋还是阿玲尊重的艺术，尊重。你袂因讲你的头顶拢是草。哦，所以一定爱讲秋秋嘛较直接啦，秋就一丛啊呢。有草啦，叫它有草。对啊，有影身躯顶完袂使讲草，伊是这个意思。啊嘛是讲尊重啦，你要讲哎，你身躯跟他，你讲来跟他草。可能听无什么是个 logo， 嫁人卡，可能听无，唔知意思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不过这边是嫁人卡哦。嫁人卡。我是感觉若是高丽秋。啊，那无爱讲松啊秋，松啊秋，松啊秋就好。对，你较直接嘛。系啊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过耳康草。过耳康草也是过下康草，拢会当讲伊是67.9%。啊，然后高丽秋这是32%，所以比例差足济。啊，咱一般来讲，其实咱呐，只是喙秋嘛，好，所以有可能有的人会安尼讲。啊，毋过因为高丽听起来较高级，还是松马拢较高级。啊，一般较民俗的这款物件，可能大家感觉较亲近较好。嘿，互大家参考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第二题来啊！来，咱请出销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破梗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必须这边是破坏，破坏，该破坏去啦。是人你若你讲话的时阵啊，我就甲你插话落。
我就甲你破坏呀。是，所以讲我这边是破话。哦，甲话破坏去，啊，我这边是破亏。破。为什么？艮就是一个笑话嘛，就是一种笑亏嘛，所以破亏，甲你迄个笑亏甲破坏互破去。哦，我这边是话嘛，甲恁讲话，我甲恁破坏去，啊，你笑亏甲破坏去。哦，到底是我这边的破话，啊，是我这边的破亏咧。来，两边咱请选定。必须阿雄演几遍。哦，好来，妈妈。因为吼，咱讲破梗拢是讲笑客话时阵，是，啊咯吼，伊都还未讲完呢，别人都甲伊破去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应该是破话。对，你讲，干弄回来。是共款啊，因为笑亏梗就是笑亏的意思啊。你若是讲平常时的话，就唔是梗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讲足严肃的话，就唔是梗啊。对。啊，笑亏较有理啊，较合理啦。哦，我感觉啦，惊有限制。以这个节目来讲哦，这个上理所当然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破话。破话是有66.4%的人认为伊较适合，啊破亏啊上这边的是33.6%。啊，毋过咱若以华语这个梗的意思，伊就是感觉足激我人，也是激诼諧。啊，所以若我紧，我嘛无细字去经着这是。啊，毋过咱即摆因为一寡较新的词，可能少年的因会感觉迄句我看无。啊，就颠倒去选迄个破话，好，啊，就甲伊迄个破是破坏去的意思。你原本要讲啥，我就甲你破坏去，真单纯的讲话嘛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拜托，唔好给我骗你哦。好，唔好给我骗你哦。好，来，咱促销，咱搁加油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汉堡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是汉堡哦，是来你看一下哦。敢若看到饱啊！我就感觉就像咱台湾的挂包嘛，所以我直接甲讲就是美国挂包。哦哟，阿姊，我这边的哦较特别，我这边叫做汉肉加。汉肉加就是甲肉当时安尼加落去，甲肉当时加落去，汉肉落去加啦。哦，原来是汉肉加，你读较紧的，汉肉加。哦，汉堡加，是不是？起码是话你要骗人啊！无一定汉堡加，是要汉肉加，啊，是我的美国挂包咧。好，来，咱两队，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几遍。哦哟，哦，这边较想要搁甲风险分开。哎呦，你这边那无想要甲风险分开。连肉都加落去。对啊，唔知道先汉堡啊。哦，连肉都加落去，就这简单。对啊。好，那来我这边的。哦。你选我的呢？因为汉堡哥就是美国的啊，就唔是台湾的啊。是啊。你讲一个美国。较直接就是联想到，哦，就无意思嘛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拍过去，台厨是美国挂包。哦，有一摆啦，有一摆，伊拍过去，我甲你翻译。对，拍过去，啊了咧，还要翻译。到底是我的美国挂包啊？是我的汉肉加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。美秀的美国挂包。阿姊，你看嘛，这边要起笑。你看对不？就是拢袂当互因骗去就对啊啦。台湾的挂包以前真正叫做高价猪，吼啊，而且是伫个迄个买个是最爱食，因为那像价钱。好价猪、高价猪拢有人讲，嘿啊，一般来讲，可能你若过年讲好价猪会较吉祥啦，吼啊，伊加咧就是要加钱的意思，吼，所以有对大家祝福。啊，咱看迄个用美国挂包，伊是直接用伊迄外形，因为伊除了这皮以后以外，迄馒头以外，伊迄猪肉就拿咱的，伊的牛肉就拿咱的猪肉，是啊，伊的迄个肠仔头，也是迄个。
就是哪像咱的盐水啦，吼啊伊的迄个酱，就哪像咱的迄个土豆粉共款，吼，所以用伊迄个形来讲拢有。啊，毋过这两个大家拢有咧讲。好，无讲无正确。啊，你若现代的词，有当时咱就是直接讲汉堡嘛是会使，嘿，拢是台语是一个活的语言。哦，袂歹袂歹，来看一下分数，看阮错噶。错噶，即马就爱心一粒，不要紧，等你得分啊啦吼，放心。好啊，那咱的咖喱，咱即马有2000哦。哎，好，今日的第二位啊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，是，等下要带你去看过去啦。是的，哦，看以前的生活，也是讲，也是什么活动庙会啦，也是迄个街仔路啦，也是做田人咧做事啦，也是什么工课啊，无一定。免紧张哦，咱第一个起来哦。我头前吼提示，上会甲你提示一下哦。好，咱先听一下提示哦，来上。是的，刷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咱吼1963年的台中公园。台中公园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哦。哇！哦，规个画起来你看。真水。哇！哇！影片内底囡仔人吼，伫咧船顶划船，啊，你敢知影划船台语安怎讲呢？好来啊！不要紧，阿妈，我袂记你。划船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刷来要带恁来看的是咱吼1963年的台中公园。台中公园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！哦，规个画起来你看。真水。哇！哇！古早。真正的哦。哇，台中公园啊！是啊。吼，有看清楚台中公园吼？台中公园，台中公园。我知啊，我捌伫遐，你哋上少年你唔知啦。我捌伫遐生城。什么？船哦。船啊！好，来，今日要去倒位，咱请出题。是，咱头拄看到咱影片内底囡仔人吼，伫咧船顶划船，啊，你敢知影划船台语安怎讲呢？来哟，划船的台语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你就是哦，你让个伤面面啦，导演你人就好诶。导演可能想要找你去演戏啦。阿姊，好来啊，不要紧，阿妈，我袂记你。我无可能叫伊给你提示吧？无可能再讲一摆啊！就有信心呢。系啊。来，飞船，来，佮讲一解。飞船，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飞船对唔对？会使好对。其实伊会当叫做过船。啊，嘛会当讲白船，像咱白灵船嘛，吼啊，毋过因为发音就是腔口的无共，所以有可能你的发音是白船安尼。啊，毋过毋是天顶咧飞的迄个白船，吼，就是白船拢会使安尼，所以是对的。啊，我讲一下即个台中公园，因为咱这是1963年的景致嘛，啊，毋过伊其实是伫咧日本时代的是1903年就起啊。啊，所以迄当阵伊迄湖的中央，迄个叫做湖心亭，毋是湖心馆哦，是伫咧湖的中心点安尼。啊，所以迄等于是因所有足侪台中市的 logo， 还是啥物拢用迄个亭咧做伊的上顶安尼。嘿，所以是足有名的一个公园。咱让了落啊，即马差偌济？哦，差1000哦。1000好，来，咱3位拢爱加油哦。哎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2位是甘露，
我感觉甘露伊的台语袂歹呢。嘿啊，他都问过啊，爸阿母啊，拢是高雄啦、台阮南。妈妈高雄人。是毋是？要毋过我伫台北生啦，所以我生的时阵就较无咧讲台语。啊，恁人倒位人？阮翁嘛台北人。恁人嘛台北人？恁人来阮节目过啊，足好笑。伊足好笑啊，伊袂晓讲啊，伊迄台语足破的。伊迄喙足戆的。伊嘛好我笑。不过嘛是佫希望伊来啦。因为足好笑的。嘿，因为足古锥的，就是亲像伊安尼，伊哦。你迄落啥？哇！苏婷啊，苏婷来阮家豆豆啊练，有一天你就会接台语去啊。真正。好，好来，咱拄啊拢有看到哦，要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接下来要带恁看的吼，是一个县市最有代表性的河川。哦，河川哦，来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真水呢！有椰子树哦。哇！较早嘛有空拍图哦。大楼哦。是大楼，搁这尔啊大的河哦，河川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哩，咱头拄看到这条河吼，以前伊足臭的，伊的名叫做大高川，但是伫咧民国92年，经过咧整理甲整治了后，规个变做足水的观光性的一条河川。你知影伊叫啥物名无？咱请抢答。来，我今日真 lucky。你确定你知？我知拍到就是高雄。哦，对无？嘿啊，河啊，敢若上有名迄个叫做，啊，毋过我无啥确定安怎讲啦。我爱你的爱河，我爱河。啊，好，刚才无讲奈何，好好啊呢。爱河，老师爱河，对唔对？会使这较歹爱河，伊这条河里，伊这条是运河，吼啊，伊叫做大高川，啊，后来改做高雄，啊，是因为大高川这个名是以前伊原住民平埔族叫做大狗，啊，后来日本人感觉讲这个大狗，吼，啊，个面向是大鸟，拢无好听，所以就改做。因为迄个大是拄好是悬塔卡伊悬的意思，啊，搁有就是达狗是因日语内底港口的意思，所以就甲变做高雄。安尼吼，啊，当初就是因为风台的时，吼，迄当阵就太高的啦，吼，啊，毋过风台的时就是有一个就是游艇，吼，伊咧开船的，啊，伊的名叫做爱河游艇所。因为扛棒改迄个游艇所迄3字无去啊，就是高雄人看到迄个爱河，因就感觉足趣味的，所以就自迄当阵1948年就叫做爱河。后来2003年的时开始整治，即马拢有办足侪灯会，啊，搁有附近拢有足水的迄款景致，啊，搁有伊迄个旧的，即马有迄个轻便电车，大家拢会当去遐耍。高雄是一个好所在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有两位哦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阮先听提示哦，吼，来，上个。是，刷落来要互恁看，是咱50年代民国50年代台中足时髦的所在。台中哦，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哦。哦，果然时髦。对啊。哇。哇。哦。哦。哇，人叉呢。哦，以前他去种场所的，看有影，吼，真正有影少年来。是，咱头拄影片内底看到的吼，是咧民国有已经
有50年历史的元帅大饭店，伊伫咧台中，以前呢是美军啊，是外国人要来台湾来台中的头一个选择。啊，咱头拄有看到内底有一个撞球间，你敢知影撞球间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来，手刚好哦，撞球间的台语哦。好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弄球经，弄球经，确定。确定。好来，老师弄球经对唔对？这个可能袂使。是音的问题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袂使读做弄啦。啊，是哦，这你还明显啊哦。嘿，老师你会记过来啊？读做弄哦。弄球经。动球经。好，来老师，动球经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嘿，因为一般咱弄是迄个顶悬到下底，啊，毋过咱斯洛骨这款动球是安尼，嘿对，所以伊是甲迄球动位头前去，可能较袂安尼甲弄甲拱安尼吼，所以迄。同事爱足有咯，啊，这间饭店伊是即马目前已经无营业啊，啊，毋过伫当初伊就是50几栋安尼吼，啊，就是以前啊叫做元帅，是当初即个何应钦即个将军，就是伫遐甲伊签字、甲伊号名安尼，所以叫做元帅。啊，当初是因为咱越战。越南战争遮的时，有足侪咱台湾算作是一个基地嘛，所以因迄当阵就是一寡阿兵哥啦，也是讲咱遮可能外国人来的时，因拢会去住迄间，啊住迄间内底当然。咱很多影片有看到一个足悬的、足乐开，迄就是外国人。啊，然后内底就有设因要跳舞的物件，也是设一寡迄个啉酒的所在吧台安尼，啊，佮有伫遐跳舞，啊，上主要就因5路会去动球，吼，所以伫即大家咱以前叫做第一俱乐部，伫咧内底有一个第一俱乐部。是。上尾啊，这就是关键啊！对，好，来过一位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欣赏咱的影片哦。好来，好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说来，影片内底是尊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活动。哦，重要的活动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大家拢徛坐，你看。有拢看到啊！我看到，真正尊重咱国家。尊重的嘿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了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伫咧早年吼，咱台湾吼，拢会伫咧最重要即天。大家做伙来升旗，代表咱的意识都团结。啊，你敢知影？这天吼是倒一天咧？是有咱的国旗的哦。大家拢做伙升旗哦。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蔡爸爸。来，爸爸。双十的国庆，双十国庆。香蕉。相信。双十国庆。相信。好，来是老师，相信国庆对唔对？唔对。对你啊，应该叫做元旦。每一年的倒一天。正月初一，国历正月初一。来大声讲哦，老师听叫做啥？元旦。对，就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是，终于又得了3千咯。咱这就是新历，好，咱就是较无咧讲国历，就是新历甲旧历。新历的正月初一，嘿，啊，尊重家己的，这个是伫高雄市的中正文化中心，所以伫遐我有看到阮学校的仪队，迄个穿红衫。来，咱即马看2队的分数。是的。来看咱蔡家。蔡家即马有6千哦。啊，阮家咧。家有8千。好，来等下哦，通啊拼盘哦，加油哦！回合拼盘真简单哦。好，起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拼台。拼台。
哦，哇，来哦，一个问号，哦，八提示，来问号内面是啥呢？问号代表有无同款的计数，计数系上少1000、3000，上济就是15000块哦。所以这5、8提示咱甲念者，好不好？好，头一个就是花火节，就是烟火节。是。第二个庙，宜兰，三金，龙，妈祖，酒家，过年。来2个提示哦，一个提示就是讲哦，咱拢通啊参详。看要选倒一个。看啊参详讲倒一个，其他咱拢袂当讲话哦，拢队长来迄落回答。吼啊，毋过有一条命会当甲恁同齐通啊来回答。好，你甲一边的，你甲一边的，嘿，一摆条命尔，就讲我救人哦，我袂晓。来，麻烦咱队友就通讲，啊，搁一就是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通啊先来选。是。嘿，看先甲15000摕起来啊，是啊，安那啦，吼。来，所以讲咱这边来，一般咱先选。我选是花卉节。花节，花节，好，花节咯。好来，花节奖金有偌济？700块哦！哎呦，哦，大家拢最好选哦，1万哦。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当年的热人平湖拢会举办咱的烟火节，啊，拄啊开始举办的原因是因为空难连带观光受到重伤，也是讲为了要庆祝千禧年的来到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即摆会当救人吗？会使7月。好，7月。一概鸟。花救人。要救人无？救一个。好，来救人哦，来哦。是空难，也是讲咱的迄落啊，庆祝咱的迄落啊。千禧年。你确定？有。诶。是。我感觉地反应足激动的。好，安尼你选空难吗？空难。啊是澎湖空难就有名的吗？千禧年哦。澎湖的空难。因为空难甲你放烟火无啥物关系。是无关系。好。伊要带动。观光，对啊，要带动观光啦。啊，你感觉是多少？我感觉是空难，千禧年啊，空难啦，人票空难，伊2个应该袂拍起来吼。无迪卡，无迪卡。拍起来就蔡爸爸讲，伊拢家己演。好，因为意见无共啊。系，一定会啦。不要紧，你搁问者，看倒一个。队长爱决定啦，嘿。倒一个。千禧年。好啦，2票空难，1票千禧年。所以我记空难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空难连带观光重伤，对唔对？1万，好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你了1万哦！因为千禧年就是1000的意思嘛。是。啊，毋过这件代志是迄2002年的5月，就是中华航空611号班机发生伫澎湖遐发生空难，啊，因为安尼大家都唔敢去，哈，所以过年过一冬，迄个航空公司甲县政府因着做伙想讲办这个烟火节来带动这个观光，所以迄当阵办的是第1届是2003年，啊到当拢个一直有咧办，啊对澎湖的观光嘛真正对。就有兴旺的对。对。来，唔通叹气，唔通叹气，对，精算。过年。过年等下，没，过年吼，确定哦，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过年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1000块，谢谢导演。啊，你卖叫人啊，卖叫人啊。不要紧哦，1000块差去，其实真好差哦。阮捌有一摆就是差1000块就赢哦。对。啊，无倒扣的吧？无。好，来1000哦。1000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过年2、9暝甲初，咱定吼拢会规暝无困，安尼就会使甲厝内的人添贺寿，也是讲，互来年会使大趁钱呢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要添贺寿？
还是大趁钱？大趁钱，大趁钱，确定哈？大趁钱哦，一定是大趁钱。哦，谁啊坚持就要大趁钱？因为你家下趁钱。哦，水哦，水哦。唔是啦，是1000块实在是上少，真再讲。 1000块就好用的哦，真正哦。 1000块赢就是赢1000块呢。这1万块呢？哎，等下咱个塔去就无共哦，款足侪地呢。是，所以讲你真正要大趁钱哦。大趁钱啦，对啦。好啦，来啦，大趁钱对唔对？来，这是较偏中国迄边的传说啦，吼，就是讲29暝还是30暝时，咱迄当阵有年兽，啊，所以大家感觉讲爱过12点过，愈晚困愈好，上好是到过长工的天光，安尼厝里的大人会较平安，嘿，啊，所以伊就是感觉讲是甲厝里的人添祸寿，啊，毋过咱台湾正港的过年是顶高的传说。 就是顶高是迄个红架道遐有2趴灯嘛吼，啊，大家拢无咧拜这2趴灯，所以伊就受气啊，受气了后，伊就是互咱咧饮水，所以咱的传说是顶高的传说，较是正港台语味的过年的传说。是。嘿，好，多谢保平安。来，咱继续。换你。我来敬宜兰，阮阿爸是宜兰人。 宜兰人，嘿，宜兰人。好，宜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宜兰的奖金有偌济。我无救人的机会啊！1万5哦。好，来，要安怎咧？请问观光客会当伫咧宜兰的太平山体验到蹦蹦车，你敢知影？较早伊是用来载柴烤，还是载糖的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蹦蹦车，蹦蹦车，我印象是载糖的呢。啊，不过太平山应该是砍木下来送啊。我选柴烤，因为太平山落来嘛。柴烤对唔对？ 宜兰太平山的蹦蹦车，伊敢知影早期伊是用来载什么的咧？请问观光客会当伫咧宜兰的太平山体验到蹦蹦车，你敢知影？较早伊是用来载柴烤，还是载糖的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蹦蹦车，我印象是载糖的呢，载糖的。大平山。时间搞进去了。太济哦。太平山。啊，不过太平山应该是砍木下来，送啊，我选柴烤是啥哈？就是木材啊，一圈很大的木材。好啦，柴烤，因为太平山落来嘛，应该是柴烤啊。是，后来咱来看一下，柴烤对唔对？好紧张！来，我不要，这么多钱，要黑了第6万5咯。这是迄个足早以前的拢咧在遮的柴烤啊，吼，啊柴烤就是原木的意思，就是规块安尼。啊，咱伫1985年的时，因就开始佮家己整理好好势，会当落去为太平山站开甲模型站，啊到今嘛变做是互观光客坐迄咧耍的，安尼嘿。啊，毋过较古早就是在迄个原木安尼落来。看你有奖所以那个有12000块啊，12000哦。 还有12000的，因拢2万5去啊！啊，12000加9000嘛有21000啊，系啊，对对，啊，够通拼，真的。3金，好，3金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做1金1000，真正，不要紧，来，请问台湾演艺界3个重要的奖项：金马奖、金曲奖、金钟奖，合称叫做3金。你敢知影台湾头一个3金拢摕到的是什么人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
这简单啦。哎，你捌啦？简单哦，你知哦。哎，甲你同齐演戏的。但是唱呢？啥物头一个啦？曲。伊拢丢过哦。伊捌丢。去。要爆炸。啊。会使。好啊。5念真。哎呦。哦，袂歹哦。来，确定哦，来。练过。 5念真对唔对？来，分数我贴落去。恭喜得到3000咯！袂歹。伊自1981年这款第一部片迄个看海的日子，嘛是咱进前最近有一个台语片足有名的吼，就是本日公休，迄个陆小芬演的，对，所以吴导演为1981年，然后唱甲到当个是足唱的吼，所以伊是3金对无？吼，金马、金曲佮金奖。好，来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来，搁扫落去哦。我要敬马。还有万里的，还有万里的哦。有吼，马祖好啊。马祖。我捌去过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马祖奖金有偌济？哇，有5000哦。好，来。运气。马祖新村是一个眷村的名，但是你敢知伊唔是伫咧马祖？你敢知伊伫咧台湾本岛的什么县市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马祖新村。系啊。我要搞3、2、都一个县市。来。对。我知。哦，导演知影。都一个啦。是啊。导演。唔当甲你讲啦。哎呦，你的意思是毋是叫伊分数停小休困者，小休困者对啦。痛有一个马祖新村啊。哦，你捌去过吗？我捌去过哦。捌去过哦，相信家己。好啦，痛啦。好来，咱来看，痛对唔对？好伫桃园中立遐，吼啊！伊即个马祖新村，因为伊是嘛是叫做桃园的将军村，因为伊当初就是互伫马祖遐这边的一寡军人，吼因倒来也是讲因兜的人住伫遐，所以内底足侪拢是官位足悬的人，所以人家叫做将军村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伊号做马祖，是因为要纪念因当初伫马祖咧做兵安尼。啊，后来就是讲，迄个所在有一个市场，所以伊的市场嘛叫做中正市场。啊，边仔佫有一寡外国的即款就是讲缅甸呐，也是芬林遐移民，所以迄条街迄遐附近，就拢充满即款国军啊，佮外来移民即款的风景。来，要搁继续算哦。好，来，要安怎？看要算龙啦，龙啊，龙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龙的奖金有偌济？2万。你算1000个，搁算一个3000个，再算一个5000个。人为15000开始落来，你为1000个开始起哩。你玩什么意思啊？袂当忘记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龙马精神的龙马是一种神马，还是特别的龙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龙马精神。龙马是。我会使找我的朋友对吗？会使发叫啦。来，先一个。7位。来哦。我。连这嘛无要听你的话。我做正伊还未时间到就起啊啦。好来，在啦。龙马精神。输了。因讲是神马。神马。神马。哦。神马哦。神马。来，一种神马对唔对？
就是生做那零迄款马啊，啊，伊的速度跟伊的力量足大的，所以咱会用这句来代表讲这个人伊的元气、有元气的事，啊，佮有伊的精神状态拢足好的。来，上尾啊两题啊，对，这个不是。还有一个万里哈，对，免烦恼，免烦恼，免烦恼，你已经无机会啊，免烦恼。我要选酒家，是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酒家的奖金有偌济？等下你莫行啦，你莫甲我离开啊！哇，这什么运？我无伫卡丢啊！这什么运？太厉害啊！来，太厉害。请问上经典的酒家菜五柳鸡是梅干扣肉还是糖醋鱼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五柳鸡，你已经无救人啊！好，好来，先吃，好，我的答案是梅菜扣肉。确定哦，来，确定。梅菜扣肉丢唔丢？这个五柳鸡就是讲，伊甲5种物件啊，拢切做一丝，那柳鸡共款，啊，就是迄鱼啊用好势，啊，然后落去砍起了，较蓝落去。啊，一般咱的台湾的这款料理拢是甜甜啊、酸酸啊，安尼吼。有当时会淋一寡迄个汤笋啊，是迄个笋丝落去，所以伊这就是糖醋鱼来。顺秒，剩7000个啦，好不好？7000嘛袂歹。对，我会当啦吼。我算，我唔敢存一人算啦。我唔捌算过1357个啦，楼梯安尼一个爬起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哦，标的奖金有偌济？有7000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高娘庙是台湾的高魂信仰的一款阴庙，你敢知影这款庙咧祭拜是倒一款的女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高娘庙。都几块？嘿，5、4、3，哦啊，安怎？这白船钓鱼啊，种田呐，做田啊，做田的公牛啊，公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阿妹嫁出去，你就讲出来啊！好，阿妹嫁出去啊！对啊。好来，阿妹嫁出去的公牛对唔对？因为以前女性拢较无地位，所以因伫个结婚进前，若过身去，因等于就是无法度入迄个红婿因兜的迄款神主牌啊嘛吼。啊，搁有就是因若准讲若较早过身，啊嘛是共款，等于就是无嫁的意思嘛。啊，就足侪人变做无囝通去甲因祭拜，啊，搁无红婿迄边甲因祭拜，所以等于是双无主的意思，啊，人就惊因变做孤魂野鬼，所以就是用这个起一个姑娘庙，啊，互因遮的迄个姑娘就是伫遐甲因拜安尼。啊，毋过有的姑娘庙后来是有足灵性的，吼啊，台湾有几间拢是为姑娘这款阴庙变做正神的嘛有。来，咱今晚看分数啊！哦，来看阮的错价。错价即马有4万。啊啦，咱的加价咧，加价即马有23000。哎，嘛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今日咧10秒10,000金。嘿，10秒10,000金。看图又俗语。是，来，咱会看到图就是俗语，无错。伊拢会画伫顶面，啊，咱真足看哦。吼，啊有5字的，有6字的，有7字的，顶管拢会写，顶管拢会写好哦，吼。来，咱即马的奖金偌济？咱即马奖金有4万块。哦，4万块我加落去咧。哦，40秒再加3就变70秒。哦，70秒速度还真紧哦，秒数愈济。停的愈好，吼，好来，咱敢若有3题尔，3题尔吼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上的，咱请出题。请看，我你，迄个内底讲脑的迄是啥？
我还是啥？讲喏，迄个是什么？鬼迄个是鬼啊？什么？讲啊！什么节日的？鬼怪，不是，拢总4万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表数愈济，行的愈好。嘿，吼，后来咱敢若有3题尔。3题尔吼。后来我要出题啊！来，上的咱请出题。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八字哦。牵牛到北京。嘿，台语安怎讲？讲出来。牛扛到北京嘛是牛。哦，正确。牛扛到北京嘛是牛。哦，爸爸你来，慢猜有无？嘿啊，慢哦，对，好，来8字哦，来咱看表数。哎呦，61秒！哎呦，好来继续哦，来哦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咱请看。我你，哎呦，5什么？哎呦 no， 哎呦 ，no，是。啊，搁流喙暖 ，no， 是什么意思？紧嘞？哇，下骹有啥？有足侪迄个。哦，足侪好食的食的物件呢。嘿，我有啥？那就尽量吃不下吗？吃不。啊，内底是一个什么？迄个内底讲喏，迄是啥？我还是啥？讲喏，迄个是什么？鬼，迄是鬼啊？什么？讲啊！什么节日的？鬼怪，不是，妖鬼给谁哩？要这个。来，这是妖鬼加说哩，即马你遐写喏，迄个迄是鬼。对啊。嘿啊，边啊真侪物件。免啊，喙暖搁一直流落。妖鬼加说哩啊，免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表数。我够27秒。袂歹。 27000哦。好，来哦，第3题啊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哎，9个字哦。啊，顶悬12，下骹12，什么意思？哦，顶悬12，是。伊是中啊，什么？还是上尾啊？嘿，有哦。 12加12加起来，什么？讲啊！什么？一个字拍24个角。啊，正确。来，这个钱拍24个角啦。对。哦，袂歹。来，咱就要看表数。来看这。哇，剩8秒。哎呀，还是袂歹。过精啦。是，无唔对，恭喜因已经要来即摆咱的复赛了。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来，奖金。这边不要紧，咱个报名来到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王秀荣王老师辛苦了。多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到您变台语，好，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感谢各位，谢谢爸爸，感谢何姐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恭喜啊！谢谢，感谢，好，谢谢。